我今天其实先不要去讲有关于就是选举的事情哦，先讲讲我自己原住民的身份哦，从小时候然后到现在哦，然后中间哦有什么关系哦？因为家里面其实我从小是在宜兰长大的，然后没有在部落长大，那也是因为整个都市的变迁，那爸爸妈妈从花莲。然后到台北工作，然后最后落脚在宜兰的苏澳，所以在学校讲国语，然后在那个外面跟同学玩，依然都讲台语，所以我的台语其实比母语还好很多。然后就这样子，整个那个文化的东西哦，就从我的那个身上里面其实越来越少。那跟很多的平地原住民、平地年轻原住民都一样哦，然后已经很习惯了我们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方式哦。那一直到几年前哦，那开始再去思考说，那我的血统、我的血缘其实是很不一样的。那这些东西能够给我什么样子的刺激跟改变？所以我这10年，我常常写一些有关于比较原住民风味的歌曲，对，然后这些东西其实会让我有感觉，因为这些旋律其实就是从爸爸妈妈那边或者是亲戚朋友们听到这样子一个熟悉的一个调性跟旋律哦，所以在这10几年当中，我一直往我的身份哦，往我的这个协同里面去靠拢哦，那这个东西其实对平地年轻的原住民来说，其实是很悲哀的，因为都市的变迁、社会的变迁，迫使其实我们上一辈要到城市里面来工作，而没有好好的去学习到就是传统的东西、传统文化的东西哦。那所以我心里面就一直在想说，我能够做些什么东西，改变什么东西。其实我跟大家都一样，对政事其实是非常冷感的。我也常常投废票，乱打叉，然后乱印这样子哦。那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那看到马耀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其实很感动。然后其实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喜欢去对抗一些不公不义的，我很多的一些音乐歌曲，其实都是在讲这个东西。我不是在讲说我很屌，我很帅哦，我怎么样开车哦，然后车子很好，没有，我都是在讲那种小人物的那种心声哦。所以看到马耀在对原住民做的这些事情哦，然后我心里面就是有一种我跟他其实根本不熟，我也是透过他的纪录片，透过他的文章，然后去了解到他在做的这些事情，我就觉得是我应该要去相信他才对的。如果我现在不做的话，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对，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讲到我们的主题就是拜拜这个东西哦，我觉得我们从我爸爸妈妈的身上就看到，因为我的关系，然后我爸爸其实在宜兰的这个原住民的圈子哦，因为我爸当警察，所以人脉很广，所以呢，一有选举的时候，哦，那一些选举那些立法委员啦或谁啊，就会到我家来，然后也知道说啊，你儿子是那个唱歌的嘛，觉得好像应该要去做些什么事情。然后每次选举的时候，我妈就打电话跟我说啊，你要不要什么？我就觉得很烦，然后就觉得很烦这样子，就觉得就这些人，而且这些人做的事情也没有很好，对。然后呢，族人呢，哦，不管是在宜兰也好，或者是在老家花莲也好，到了选举的时候，其实长辈都说，就很习惯说啊，怎么没有请吃饭？对啊。那怎么没有送酒或送什么东西？其实大家都很习惯这样子的一个选举的模式啦。哦，那今天马要做这个事情是反过来的，对，是反过来的。200万是没有多少钱，对很
很多人来说，对。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会有助于，就是变成是另外一种方式，而且我们要去选对的人，而要去破除那一些旧有的选举方式。我觉得现在的原住民年轻人应该要好好的去思考我们的未来到底在哪里，对，因为我们在讲奇迹，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创造奇迹的，对，我们要祷告，对天，然后对上帝说，希望可以给我们奇迹，可是奇迹也是我们自己可以去发生的，谢谢。